欢迎收听9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要来分享以斯拉记的第4章重建圣殿的危机。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5章第8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在我们的挑战、我们的困难，或是我们的胜利、我们的荣耀当中，我们需要谨守警醒在主的心意里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。遍地游行的意思就是无处不在，他在找啊，一直在找啊。在我们可能软弱、可能缺乏的时候，那种试探或者是诱惑，或者是要你放弃的那种感受就会来找你。而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跟环境，其实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并不少，特别近期多起的诈骗案，用高薪员工旅游各样的名义，或者是透过关系，因为信任但是无知，或者是因为信任而被害，吸引这些想翻身赚大钱的年轻人到柬埔寨，结果落得人财两失。然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吗？这样的诈骗手法其实不是新闻，是过去一直都有在发生，而且连宣教工作都有这样的风险哦。从事跨文化宣教工作的一位男士鲁马夫，他就表示说，在少数民族差传的工作上，他也曾经处理类似的诈骗案，对方以服侍的名义提供免费的住宿，甚至还可以去那个地方传福音，结果被差派过去到缅北地区，一到之后就开始下落不明。在当中呢，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去的人呢，后来有些被卖，甚至失去性命。当我们想要回应使命，特别在今天的以斯拉记第4章，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，他们想要回应使命，想要回应重建这个敬拜中心，他们不仅是需要努力，还需要谨守跟警醒，更需要在这失落甚至即将要遭遇到这人看来的失败当中，我们要沉得住气，因为上帝话语的应许一个字都不会落空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时刻。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，那里已经住了人呢。因为在前一个朝代的政策比较不像现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政策，是比较怀柔，是比较宽容的。他们在之前的政策是会把当地的精英掳走之后放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居住在他们被掳归回地方的人，其实不是原来住在那里的，但是现在过了好几代之后，他们好像就渐渐的定居在这个地方了。而这些人呢，是什么人呢？其实在今天就讲到是犹大和便雅悯人的仇敌，他们是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从别处搬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听到这些流亡的人要回来重建圣殿，他们一开始呢，用一种方式说，那让我们参加你们建殿的工作吧，因为我们跟你们敬拜同一位上帝。但其实他们不只是敬拜上帝，所以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跟你们一起是敬拜上帝的，我们可能要多问一句是，那你还有拜别的吗？因为他们还有拜其他的神明。然而在这边的经文里面，所罗巴伯、耶书亚和族长们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来为我们的上帝建造圣殿，我们要遵照，这也是一种回答有智慧的方式波斯帝国这个塞鲁士皇帝的吩咐，自己建造。而当他们这样讲之后，我们看见的是对方并没有放弃要阻拦他们，要阻挡他们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，
我们没有在这边说的很清楚，或者是圣经在这段经文中没有记载的很清楚，说为什么他们要一直这样扰乱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扰乱一直都没有停下来。从塞鲁士皇帝直到大流士皇帝，这段年间大概16年的时间，已经从第一个皇帝到第3个皇帝了。然后接下来继续有亚哈水鲁王执政的时候啊，然后亚达薛西王执政的时候，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当他们一上任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扰乱，不让他们建殿。而到亚达薛西王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其实是波斯帝国的第4个王。这段时间已经很长，刚刚才讲到大流士，还没有到亚达薛西哦。这个时候他们还是阻拦他们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建造圣殿。在今天第4章就是一段很长的经文，这段很长经文其实是一个献给皇帝的奏折，献上这个奏折，然后上奏求皇帝来让以色列人没办法在这里重建圣殿。而且在这里说他们的这个名义是什么呢？是讲到说，因为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这一群这个在各个朝代当中反叛王权，充满这个造反和捣乱的人。我们其实很清楚的知道，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历史当中呢，他们遵照着上帝的心意以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律法，然后代代相传。当然在这个律法当中也是有一些演变，然而他们的确是过着一种方式，可能跟当地的人都不一样。我们说这是分别为圣。然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在别人的眼光里面，他们却是造反、捣乱、反叛王权的人。面对到这样的处境，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有智慧。当要重建圣殿的时候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，看起来是经历到很大的挫折、失败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开始。因为今天的经文结束在这个王还同意他们说你们不能够重建圣殿，然后他们就回去这个利宏身上和他们的同僚，就是省长这些律法师，他们就回去就直接阻扰他们重建圣殿，因为王的命令已经下来了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呢？当我们想要活出上帝的心意，我们想要荣耀上帝的心意，当我们在这样去行事的时候，面对到一群未信者，或者是他们不明白，甚至他们想破坏的时候，今天神的话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，让我们从上帝来学习，从他来的智慧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恳求神的怜悯以及他的心意，他的做法能够在我们当中，好使我们在患难中、挫折中，甚至失败中，我们能沉得住气，也让我们在那胜利的时候，那个成全的时候，那个一起来经历荣耀的时候，是归荣耀给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谢谢你用这一段话安慰我们。主啊，在圣经人物当中所遭遇的失败，或许我们也正在遭遇，或许我们也正在那挫折跟失落的里面，也在面对那危机的时刻。然而主，你的心意却是从未改变，你的心意是要让人来认识你，让人来经历你，以及让人来荣耀你。在这短暂看来难以忍耐、需要等候的失落中，恳求主你赏赐你的勇气、能力还有智慧，在需要的人当中，使我们面对这遍地游行如同吼叫狮子般的魔鬼仇敌时，我们知道我们还在你的掌权里面，我们还在主你的时机里。恳求主你持续的来带领，使我们的生命
能够去等待到那个神你要成全的时候。求主来保守在我们当中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主来带领你在今天一天的生活中，经历到凡事有上帝美好的时机，也经历到他每一句的应许要发生在我们当中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